现代第一版圣经马可福音第16章。安息日过了，莫大拉的玛利亚、雅各的老母玛利亚，甲撒罗米要烹了要去抹耶稣的遗体。礼拜日透早，日拄啊出的时，因就去墓地，因互相讲：什么人要替咱将墓口迄个石割开？迄个石非常大块，因一个抬头看到迄个石已经割开，因入去墓内，看到一个穿白衫的少年人坐伫正边，非常着惊。迄个少年人对因讲：免惊，我知恁在找互人顶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，伊已经搁活无伫遮，来看囥伊的所在。恁去甲伊的门徒甲彼得讲，伊比恁先去加利利，伫遐恁会见着伊，拄拄照伊甲恁讲的。因惊甲皮皮喘，毋知要安怎，就对墓园出来，直直走。因拢无对人讲什么，因为因真惊。遐个妇人人去彼得甲伊的朋友遐，对因简单报告所听见拢总的代志。这个代志以后，耶稣本身找见伊的门徒，对东到西宣扬神圣不灭，互人得到永远拯救的信息。阿们。礼拜日透早，耶稣搁活了后，大圣对莫大拉的玛利亚显现，耶稣要甲伊赶出7个鬼。伊去甲遐个缀耶稣的人报告，迄时因伫哀伤啼哭。因听见耶稣搁活，搁有互玛利亚看到，因也毋信。这个代志以后，有2个门徒行路要去庄骹的时，耶稣用别款的形象对因显现。因转去甲其他的人报告，毋过遐个人拢毋信。后来，在个使徒伫食饭的时，耶稣对因显现，伊责备因毋信甲疑心，因为因无信看到耶稣搁活的人甲因讲的话。耶稣甲因讲：恁要去全世界，对所有受造的宣扬福音。信来领受洗礼的人会得到救，毋信的人会受定罪。信的人会惊下面这个新约，因会奉我的名赶鬼，因会讲神的语言。因抓蛇也是啉毒，嘛袂受伤害。因甲病人换手，病人会得到医好。主耶稣甲因讲这个话了后，就接上天，坐伫上帝正边。门徒出去逐所在传福音，主甲因同工，用因所行的新约，证实因所传的道理。